只要跟着杜嫣然走就对了。啊，牡丹、龙蛇，牡丹花瓣我们有了，可是龙蛇怎么办啊？哎，交给我。下面有请尹晴柔小姐登台献艺。我以为当个花魁会有奖金什么的，谁知道就给了一朵大红花。你们主办方也真够抠的。晴柔，你为何如此喜爱钱财啊？因为钱最靠谱啊！哎，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我现在啊，拿去给独孤看。不用了，他走了。走了？他去哪里了？你为何如此紧张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朋友一场，那走了我应该给他送行什么的呀。送行？你不会挽留他吗？他走自然有他的道理啊，我为什么要挽留啊？哎，对了，你觉得我今天舞跳的怎么样？说起这万花会，我也觉得奇怪，你为何突然间转个不停呢？我记得你平常是不爱跳舞的呀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杜印跟谢言辰肯定在里面搞了什么幺蛾子，所以我就跟着杜嫣然就对了。他有牡丹，我也有；他有金蛇，我有小龙，肯定是玩什么上天旨意那一套，说什么他杜嫣然的老公肯定是未来真龙什么的，所以啊，现在被我一折腾，肯定坏了他们的好事儿。谁让我的未来夫君也是真龙呢？真是大言不惭。你可别得了便宜又卖乖，我这还没过门呢，就为你到处着想，你可别到时候掉链子啊！别忘了，我的未来夫君可是上天旨意的真龙呢。竟有如此之事。照此说来，这两个女人都有兴国之兆，都有母仪天下的命格了。天无二日，国无二主，这岂不是荒唐？皇上，这万花会以后啊，
老奴多了个心眼儿，派人到京城的金铺去查了一下，发现这数月前，相国大人就已经命人打造金龙发簪。您说，这会不会是？占卜之事，只有你知，我知，连皇后我都没有告知。哎呦，皇上，老奴没泄露出去呀。谅你也没有这个胆量，也没有这个必要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我对你这点信任还是有的，就当是巧合吧。堂堂相国，却把事情办成这样。我不敢直说二王子是真龙天子，只好让悬空的老和尚去说，即将嫁给他的女子是母仪天下命格，谁想到又被尹晴柔那丫头给破了。今日不查，谢言其必有防备，以后再用此类招数，恐怕更难奏效。不如在他身边安排个细作。公主所言甚是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哼，我养你何用？到手的花魁都能飞了，不争气的东西！从今天起，你在家里给我闭门思过，哪儿也别想去。爹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。让我饶了你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你快些嫁给谢言辰，我就放你出去。那你还是管我吧。嘿，朽木不可雕也，你给我好好反省吧你。哎，我说哥呀，你能不能别再晃来晃去的了，跟个苍蝇似的。我头都大了。嫣然没能拿到花魁，回去之后他爹肯定又不会放过他，你叫我怎么能坐得住啊？哟，这嫣然叫的，可真够亲切的呀！不行，我得去看看他。哎，你别走，你这是要干嘛呀？要万一他真的被罚了呢？那我就救他出来呗。那你打算怎么救？我说你不会就这么单枪匹马勇闯相国府吧？拜托你用脑袋想想，那相国府是菜市场吗？你说进就进，说出就出吗？哎，不然怎么办啊？晴柔说的有道理，你只身闯相国府，就算救得嫣然，也会因此祸及家人。越是慌乱之际，越要审时度势，慎重行事啊。这恋爱中的人智商果然是负数。不过多亏你有我这个好妹妹。难道你有办法？那当然了，还不快来谢我？晴柔，你若已有了计谋，就别卖关子了，速速告诉他便是。切，你们男人果然都是一条心。来，听我说啊，我们可以这样。哎，你到底会不会啊？哎，别瞎指挥。哎，我说晴柔，你这么帮助杜嫣然是几个意思啊？哎，我这哪是帮他呀，我是帮我哥，好不好？你看他那茶不思饭不想那劲儿，跟丢了魂似的。你说堂堂一个7尺男儿，竟然变得这般模样，哎，我实在是瞧不下去了。你呀，就爱心泛滥吧，等他杜嫣然从里面出来，再找你麻烦，你可别哭啊。就你话多。哎，阿广，旁边没有人吧？这个东西不会伤人吧？放心吧，比枕头砸人轻多了。麻利呼！哎，晴柔，你说你这个东西如果抛错了地方，被别人看到了可怎么办呢？放心吧，外人看不懂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没有署名，只有我哥的暗号。什么暗号啊？
你就别八卦了，这是人家的小秘密，好吗？我们还是快走吧，别一会儿让别人发现了。走。小姐，外面院子里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你看看。来，给我看看。你下去吧。是。这是什么呀？我这次来，是想让皇上赐婚，把嫣然许配给严辰王爷。哥哥，你可想清楚了？嫣然自小与琪儿亲近，你不怕她不答应吗？我这次进宫，正是嫣然让我来的。嫣然真的答应嫁给辰儿了吗？正是。这我还真就不明白了。还望娘娘成全。哥哥，我们是自家人，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？嫣然真的答应嫁给辰儿了吗？妹妹既然说是自家人，那我也就直说了。我们杜家有妹妹母仪天下，才有了今日的荣耀。我就嫣然这一个女儿，她的未来不光是自己的，也是我们杜家的。我明白哥哥的意思，我也想让嫣然继承我的后位，以确保我们杜家家门兴旺。可现如今，太子之事，皇上并无主意，你怎敢如此揣测圣意？若是皇上无意将太子之位传给辰儿，你岂不是算盘落空？那就仰仗妹妹了，立谁为太子，妹妹的话才是最重要的。哥哥越说越不像话了，都是我的儿子，无论皇上立谁做太子，我都无话可说。可你的意思是说我左右圣意，在自己的儿子之间做选择吗？娘娘息怒，我这也是未雨绸缪。毕竟皇位只有一个，立谁为太子，这是皇后娘娘必须要做的选择。与其到时候慌乱不堪，不如早做选择呀。哎，我说你能不能坐会儿啊？演月，臣妾做不到。看你那德行，既然夸下海口，要把有情人整成眷属了，那你就做到啊！记住了啊，什么时候都要学会处变不惊。哎呦，秦柔，王爷来了，何事如此慌张啊？还不是因为野号那事儿吗？上次你不是说有解决之道吗？解决什么呀？哎，就往人家门口放一个纸飞机，那消息人家看不看得到还不一定呢。哎，你天天就知道损我，不损我能死啊？我郑重其事的告诉你，会，一定会的。这纸飞机又是何物啊？罢了，本王倒有一计，可以一试。什么办法？不知本王说了可有好处啊？我说谢延琪，我浑身上下全是优点，就那么一点点的毛病你就学到了。拜托，你就告诉我吧。事到如今，只有让父皇母后相信他二人两情相悦，才能让父皇下旨赐婚。下旨赐婚？对啊，皇上金口一开，任谁都不能反驳。我知道我该怎么办了。你又有什么歪点子？
我嘛，只是想去找一个人帮忙。谁啊？当然是我们最最可爱的小四啦。小四。哎，帅哥，一个人啊？我正觉得无聊，正好你来了，来，陪我喝2杯。喝酒嘛，好说。不过呢，本姑娘是来找你帮忙的。哦。你要是答应我呢，我就陪你一醉方休；你要是不答应我，不行，你必须答应我。帮忙还必须？嗯。那我得听听你这事儿有意思没意思了。废话，没意思我能来找你啊？说来听听。我希望你能让皇上帮忙赐个婚。赐婚？父皇不是已经给你和三哥赐婚了吗？不是我，是尹浩和杜嫣然。亏你想得出来啊！怎么着，你就这么怕杜嫣然把三哥抢走，这么着急把她嫁出去啊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他们2个是两情相悦，好吗？而且我浩哥都为了这事儿急出病来了。先说帮不帮？你这么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万花会的时候，我看他们俩眉来眼去的。没想到我嫣然表姐还挺有趣呀，明明说非我三哥不嫁，没想到居然和尹浩。知道什么叫做缘妙不可言吗？小四，你就帮帮我吧。不帮。哎呀，小四，你就帮帮他们吧。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？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这个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明天。这件事儿我可不想插手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一向不插手哥哥们之间的事儿啊。我呀，只想做这花间一壶酒。不对，你情绪不对啊，小四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？哎呀，别喝了，有什么事儿你就告诉我嘛。就咱俩这关系，我就给你平了。这事儿，你可平不了。什么事儿啊？晴柔，你说尹浩和杜嫣然真的是两情相悦？那当然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和你做一回月下老人。说吧，让我怎么帮？太赞了，够哥们儿。其实啊，特别简单，就是想让你去劝服一个人，然后演一场戏。快，说。母后，王爷，儿臣参见母后。是萧儿啊，今日怎么这么乖，早早就过来请安。母后，儿臣多年来四处云游，很少陪在父皇和母后身边，如今回来了，自然要勤快一些，多陪陪母后。对了，母后，儿臣知道你喜欢花草，特意搜寻了西域的奇花种子，进献给母后。你能有这份心意，母后很是欣慰啊。母后，儿臣听说，嫣然表姐被舅父禁足于府中，已多日不曾出门走动了。是啊，这事我也略知一二。嫣然也曾托人带了书信来，希望我劝说他父亲放了他。我也正为此事为难呢。不知是因为何事呢？还不是因为他的婚事吗？你舅父希望她嫁给你二哥，他不同意。可儿臣听说，嫣然和尹浩已经是情投意合，两厢情愿，难道舅父不知情吗？尹浩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千真万确，儿臣不敢隐瞒母后。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怎么平白无故多出个尹浩呢？儿臣听说，嫣然表姐常去三哥的府上，其实是为了尹将军。依儿臣看，母后何不做个顺水人情，劝父皇赐婚于二人，也算是成就了一桩好姻缘。那怎么能行？尹浩只不过是个臣子，
就算尹老将军战功赫赫，尹浩将来也顶多就是个将军。再说了，我已答应你舅父，求皇上将嫣然许配给你二哥了。母后，儿臣认为此事万万不可。为何？您想啊，嫣然身为相国之女，在下皇子必将引起朝廷上下震动。母亲可知，自古以来，那些外戚专权的下场吗？就算母后和舅父没有存在那样的心思，可万一父皇怀疑起来，母后又如何说得清楚？再加上满朝大臣难免闲言碎语，这对母后和舅父的清誉是无益的呀。这我倒是没有想到，可我已经答应你舅父了，现在反悔，他恐怕也不会同意吧？不如母后先把嫣然表姐召进宫来，我自有解决的办法。好，好。大人，何事惊慌？刚才宫里传来消息，说小姐服毒自尽了。什么？皇后娘娘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早上我与嫣然提起，要将她嫁给陈儿，没有想到她竟然服毒自尽。此刻御医正在诊断，也不知道这条命还能不能保住。皇后娘娘，相国大人，小姐服的毒甚是奇特，臣无法断定，脉象也犹若悬丝，无法判断，更无法下药啊！废物！你要是治不好小姐，我饶不了你！臣无能，望大人恕罪。皇上驾到！嫣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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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啊！嫣然，放手！你快点放手！发生什么事了？请皇上恕罪。皇上，没想到小女的事惊动了皇上，老臣罪该万死。找到解毒之法了吗？启禀皇上，此毒貌似来自西域，臣一时半晌还找不到解毒之法。你说此毒来自西域？是。父皇，儿臣曾经游历西域多次，见过西域的巫蛊之毒，不如让儿臣一试，给嫣然诊脉。好，去吧。父皇，以儿臣推断，此毒乃是西域的五虫之毒，毒性虽不猛烈，但难以根治。恰巧儿臣在古书上看到过解毒之法，不如让我给嫣然煎药吧。此方甚好，那你去吧。走，请。父皇，父皇，药已煎好，只是有几味药引都是毒药，眼下只有以毒攻毒的方法才能治愈啊。那，快给他喂药吧。慢，此药毒性不弱，必须有人试过，观察无恙之后才能给病人服用，否则毒上加毒，就真的无力回天了。我来试药。慢，尹老将军就你一个独子，你要出什么事，那让朕情何以堪呐？
启禀皇上，殷浩已对嫣然心有所属。若是嫣然死去，殷浩也不会独活。这药无需别人来试，必须我来。大哥，你疯了！脉象平稳，也无大碍。太好了。嫣然，嫣然，你醒醒！醒了。嫣然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好啊，醒了就好。殷浩，你立了大功一件，朕一定要嘉奖于你呀！启禀父皇，尹浩替嫣然试药，赤子之心感天动地。既然两人两情相悦，还请父皇赐婚，不如就让有情人终成眷属吧。这皇上，万万不可呀！殷浩不求皇上赏赐，只求皇上能让我与嫣然成婚。父皇，儿臣也请您赐婚于二人。皇上，既然这样，还是问问嫣然的意思吧。如果嫣然同意，何不成全这桩美事呢？嫣然，你意下如何呀？